哎，对，人生的历练比较多一点点，不要那样好啊，人家看起来蛮年轻的。好，那还要欢迎我们部落的，还有其他的，就是海选剩下来的，那还有我们部落的青少年巴嘎隆啊跟阿当啊，欢迎他们。嗨。来，哇，很多、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人口最多，因为我们很会交配，所以很多孩子。挤一下，挤一下，要不然还有可以挤一下。哦，有的都很高了哦。不小心，我们最近的米都比较大颗，所以都长得比较高一点。阿美族都是比较白，有没有？比较高有没有？有吗？你们昨天有没有看那个卑南族的杰星他们的？有没有看？有，对啊，都比较看不到嘛，跟夜色融在一起。哎，这边有卑南族的吗？不相信你们多少人排出来试试看？很坏，挑起那个。好了，我们打仗已经是好几百年前的事情了，结果我们都只要发生事情，我们都派人过去跟他们结婚，这样就会和好。好，要唱什么了？我忘记了。好了，唱一首常常跟他们一起唱的，然后不过今天给他特别的改编一下。这首歌叫嘎萨瑟的努米达。我们的约定，也是我一个算是写蛮久的作品，大概有写4年5年之久了，所以他们都几乎都会唱了。不过今天我们要改的比较，我觉得要让大家可以接受会喜欢的那一种，就加了一点点 R&B 的味道。你知道 ，You know R&B, you know?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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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我就这样比较fashion的，因为我们是阿美族的首都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潮流带起来。但是我们没有太超过了，就是虽然是原住民的母语歌，然后华海洋的，然后融上 R&B， 但是我们还是保存了原住民该有的单纯。然后这样有没有很有矜持，很有想法？好，再来这首歌《我们的约定》，感受更明大。